Model S 呢個目標好大膽，要創出全新車型，銷量媲美任何豪華房車，並喺18個月內達成。我哋創立 Tesla 就係想為世界帶嚟改變。我哋設計 Model S 嘅目標唔單止係要做最好嘅電動車，而係要做任何類型入邊最好嘅車。Model X 俾你功能、型格同埋性能，咁第二部車咧可以同呢部比。電動車唔係話差唔多好過汽油車咁簡單，其實係好得多。Model S 真正想帶俾大家嘅係咩？就係要打破個迷思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France， 歡迎嚟到 Fremont 終點站。呢個感覺有被苦中帶甜。我18年前嘅 Tesla 開始我哋旅程，第一日就開始做 Model S。快轉翻去14年前，我就係企喺同一塊築地板上邊，交俾第一批車主。而家我哋又準備做最後一批交付。基本上就係將一樣好嘅嘢交出去，為更好嘅嘢鋪路。但我哋都想講下我哋嘅旅程，啲人比伊朗更適合講呢個故事，所以我哋可以請伊朗上台，佢會一齊加入。哦，歡迎。咁呢個顯然係一個苦樂參半嘅時刻，因為我哋正係交付我哋生產嘅最後一批 Model S 同埋 Model X 汽車。呢啲車輛真係，或者話係咩讓特斯拉成為一家偉大嘅汽車公司，並深刻咁改變咗啲人對電動汽車嘅睇法。啲人過去認為電動汽車速度慢、續航里程短、不受歡迎，真係有啲高爾夫球車係啊，就係啲高級點嘅高爾夫球車，既唔好玩都唔好睇，開起嚟咧就好似穿咗件苦行衣咁樣。你知道嗎？想要開上環保型汽車，你幾多得放棄啲自己嘅靈魂？係嘅，所以 Model S 真正展現出嘅深刻意義在於，佢證明咗電動汽車實際上可以成為任何類型嘅汽車中最好嘅冇之一。我認為咁先係最重要嘅。佢打破咗電動汽車不如其他汽車嘅固有觀念，並表明實際上如果設計得當，電動汽車都能夠擁有令人難以置信嘅優勢。特斯拉團隊咧才華橫溢，佢哋真係能夠做出比任何汽油車都好嘅電動汽車。因此 S1 型汽車唔單止係年度最佳汽車，而且我認為係有史以嚟最好嘅汽車。然後我哋推出咗 Model X， 佢就好似係法貝熱，我稱佢為汽車界嘅法貝熱彩蛋。坦白講呢個有啲狂妄自大，但係呢架車確實好正，有好多特別之處。Model X 有好多細微而特別嘅地方，可能大多數買車嘅人甚至都冇意識到佢哋嘅存在。Model S 同 Model X 之所以能成功，係因為喺呢啲車嘅設計入邊傾注咗滿滿嘅熱愛。佢嘅每一部分從內到外，每一個細節，甚至包括啲人睇唔到嘅嘢，可能大多數人甚至都唔會體驗到，或者成日根本唔知道佢嘅存在。我哋將佢擺喺度係因為我哋中意呢個產品。我認為呢個正係任何優秀產品嘅核心所在。如果生產該產品嘅人真心熱愛該產品，其實唔係話你都知啦，正正係因為你自己真心中意呢件產品，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咁出色。即使大家未必睇到所有細節，但係佢哋都會感受到好多嘢。而 Tesla Fremont 咧做嘅嘢係咪意思就係、是、我啱啱同伊朗講咗個故事，就係2015年12月31號，我就喺現場嗰陣時，我哋整咗500架 Model X 摸心球。我哋真係佢哋咁樣慶祝。而家我哋6個鐘頭就可以整到咁多車，而呢啲就係為 Tesla 未來打好基礎，全球生產所有生產基地都係咁。所以呢，我只係想對所有嘅員工同埋供應商表示感謝。多謝大家。我哋能做到係嘛？當時有好多反對者，但我哋最終仲係創作出咗一個劇本。如今我哋喺汽車上面習以為常嘅嘢，如果你睇下呢份清單，你會發現
從某種奇怪嘅角度嚟睇，淨係其他人都喺度模仿我哋。但係 Model S 同 Model X 真正開創並創新咗呢份清單上面嘅每一行。如果冇佢，汽車工業就唔會有今日嘅成就。我認為我哋對好多嘢都習以為常㗎啦。其實我哋最初係喺 SpaceX 工廠後方設計 Model S， 係啊，所以我哋冇設計工作室，或者工程中心之類嘅。我哋有過一次咧，聖卡洛斯，我哋有部分工程團隊成員，但係說實話咧，團隊規模好細，而且你知道，仲要感謝弗朗茨，佢加入咗公司擔任設計主管，好高興能係為你做嘢嘅。明報呢，多謝你嘅啟發。威爾斯離你好近，我多謝晒。仲有所有人同埋成個特斯拉團隊，佢已經能夠同咁優秀嘅團隊共事，我深感榮幸。但係回顧下佢嘅起源咧，都幾有意思。我係指 SpaceX 早期喺角落裏嘅日子，帳篷，當時連工作室都冇，就企喺呢啲地板上面。係嘅，你知就係掉咗落嚟。我哋每個禮拜五都會將 Model S 嘅研討模型推到 SpaceX 工廠，同將佢推到出邊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同埃隆一齊評估佢啦。就喺傑克洛斯魯普大道上，每架路過嘅車都能見到我哋做乜嘢，但係你知道冇人關心。嗰陣時我哋就好似喺車庫樂隊咁溫布萊球場表演咁，你知啦，我哋就好似帶住呢個競爭嘅主意去挑戰全世界，但係其實佢啲人真係信我哋。Model S 其實係我哋第一部真係自己做嘅車，因為最初嗰部 Roadster Lotus 係負責嘅車身，唔包括動力系統嘅部分。Tesla 我哋設計佢去做動力系統同電池組。你知啦，充電器同基本上所有電器嘅都係我哋搞，但係其餘部分就唔係我哋做。Lotus 出品，所以老實講，好多人問我，一間從來未做過車公司要做一部可以睇到年度汽車獎嘅車，成功機會有幾大？由 Motor Trend 頒咗，基本上就好似汽車界嘅奧斯卡咁。我會話機會好細，但係我哋會試下去做部車。我哋只係想做一部覺得正嘅車。係啊，咁係我哋都想要嘅車。係嘅。咁當時根本冇進行任何市場調查之類嘅。最就係評判他人，咁你主意真係好嘛？我哋該用空氣懸架咩？當然啦，我哋肯定要用嘅。感覺就好似你想要咩啊？你希望車裏邊配備啲乜嘢？咁當時車入邊有啲咩？嗰時車入邊係咁超大觸控屏嘅。嗰陣時連 iPad 都未有，記唔記得？係啊，我哋要基本上採用嘅都係一啲原本俾手提電腦同埋筆記本使用嘅零，跟住又睇軟件，所以我哋要自己寫嘅軟件，讓呢個觸控屏幕可以使用。係啊，個場面真係太瘋狂啦！咁但係而家幾乎每架車都有一個，係㗎，係嘅。依家正常啊，係嘅。Model S 剛剛開啟咗呢一潮流，係嘛？咁係開始，而家大家都覺得呢個好平常啦。你開嘅係我哥哥嗰架創始人版 Model S，係2012年首批20輛之一。係嘅。我當時就係度諗，等呢一車可能有各種各樣嘅問題，但開埋感覺仲唔錯。我今日開住個2012款車，係嘅。啲車當年正，而家仲特咩？好多嘢都由 OTA 等技術開創，以前呢根本唔存在。呢架車越開越好。係嘅。所以嗰啲老車而家比我哋啱交付嘅時候性能更好啦。係㗎，我哋喺度做咗好多事情。係㗎，我哋一路係不斷改進佢。但係其實如今 Model S 同 X 嘅零件比最初減少咗40%，僅佔原先總數嘅3%。S 同 X 就14年嚟，我哋更換咗約97%嘅零部件。顯然，自動駕駛技術取得咗巨大嘅進步。原本並冇咁嘅嘢。呢個係駕駛2012款車嘅唯一缺點。記得自己揸車，呢簡直太瘋狂。冇得開咩車？呢太荒謬啦！
冇錯，我嘅意思係，當 Model S 喺最初投入生產嗰個時候，喺呢個世界上基本上仲睇唔到咩電動汽車，大概只佔總銷售額唔到0.1%。現狀太瘋狂咁，上季度先17%。所以如果冇 Model S 同埋後尾嘅 Model X 向世界證明呢個係可以做到嘅，其他公司都唔會去做。對，冇錯。我哋多次被告知 Model S，首先係不可能嘅，一款續航里程長、性能卓越嘅電動汽車。其次，即使你真係將佢做出嚟咧，都冇人會買。係嘅，我被全力推銷。係嘅。我當時就想，好吧，我想我哋好快就會知道啦。我哋一直講，如果我哋做出架好車，佢哋就會想買。確切咁係啊！有人話啲人太愛汽油而無視電動車，我都唔覺得。手機就唔使加汽油，我見大家都好中意手機。一款小型燃氣動力手機，係嘅。我哋對鋰電池亦咁做啦嘛。對，冇錯。所以我嘅意思係有好多嘢必須發生。我哋需要嘅區離子電池輸出功率超過咗手機所需嘅功率，所以我哋必須說服供應商生產遠超其預期嘅鋰電池，佢哋辦到啦。所以你落嘅呢家工廠基本上使區離子電池嘅產量翻咗一番。我哋大幅改進咗動力系統，衷心感謝動力總成團隊。正因如此，我哋先至擁有最快賽車，並喺乾式電池同埋電池權益方面處於領先。我哋嘅動力系統團隊表現出色，唔該晒。係嘅。呢個為而家嘅能源領域奠定咗基礎，譬如超級充電，一切始於 Model S。而家大家都認為萬物皆可電動，所以真係好正。正如之前所講，埃隆呢個為自動駕駛打下咗基礎。Hardware One 記唔記得 Hardware One？ 我哋喺 Model S 推出 Hardware 2，演進至今實現全自動駕駛。係嘅，我認為而家例如喺挪威售出嘅汽車，絕大多數都係電動汽車。我認為中國新生產嘅汽車中，電動汽車幾乎佔咗一半。係嘅，所以多謝挪威同中國。係嘅，係啊。Model S 同 Model X 開啟咗電動汽車革命，並引領主流。而我哋將呢個帶入咗自動駕駛。我哋啱啱開始嘅Cybercab 嘅生產，就係下個禮拜或者應該係幾個禮拜前開始嘅。其實如果佢 SNX 呢個未來根本唔可能實現。講到效率，呢部係有史以嚟認證同生產過最有效率嘅電動車。喺每英里只用165瓦時咧，差唔多係我哋最初 Model S 嘅1倍。睇翻轉頭，我哋可以去到咁遠，真係幾誇張。網約車將會邁上新台階。係嘅，冇錯。係嘅，確實咁樣。啲人唔理解，嗰架車將會係佢將無處不在。但係我哋而家企喺咗 S 同 X 呢條線嘅盡頭，我哋將成為樂觀主義者。正確。所以下次當你再次翻到呢個滿係機器人嘅地方嘅時候，係嘅。我諗我哋或許會移交一啲比較 optimistic 嘅。係啊，擎天柱會自己投降。你可以試着猜測下，到底發生咗啲乜嘢？我諗到嘅係埃隆啦。如果你睇弗里蒙特工廠，係嘛？喺過去嘅4年裏邊，我哋一直係汽車工廠中產量最高嘅。我哋大概到下年尾，我哋就會喺度生產最多機械人。喺西半球從來未試過有咁多，你知啦。所以一定會好刺激、好勁。我都好好奇。佢哋未來會掂。Fremont 對我哋嚟講一直都係咁，佢一直都係第一個去生產新產品，然後大規模推出市場。而家 Optimus 都會做翻同一樣嘢。我哋而家見到嘅生產線呢，即係喺德國多倫多同美國中西部嘅自動化團隊度起緊啦。呢啲都係真實嘅相，佢哋真係嚟緊，而且好快就會到。係啊，我意思係Optimus 會成為我預測 Optimus 會係有史以嚟最大嘅產品，無論咩類型都好。所以
我哋而家為 Optimus 騰出空間，並且為咗一樣好大嘅嘢逐步淘汰 SNX。就好似我講嘅 Optimus 會係史上最大型嘅產品。SNX 係好產品，但係而家要為更勁嘅新嘅稱謂，真係好強。大家可能會睇點解要淘汰呢個咁勁嘅產品啊？其實我哋有新嘅。你有咩問題啊？其實咧，原因就係未來會好自動化，所以 Model S 同 X 都已經有過一段好勁嘅時光，但係所有好嘅都總有完結嘅一日。我都覺得將來二手 S 同 X 嘅價值會好高，但未來真係會好自動化。未來大家自己揸車會變得幾罕有。隨住時間過去咧，我覺得絕大部分車都唔會再有啲盤或者腳踏。喺未來揸車將會好似而家騎馬咁，雖然依然有人會去騎馬，但係通常都唔係為返工。其實 SNX 我哋係第一批設計工程同生產電動車嘅人，我哋開創咗呢個先河，就係嗰啲車做到呢樣嘢。而家我哋又開創緊設計工程最好嘅機械人，所以我哋只係將呢種嘅理念延續到咗自主領域。係嘅，我諗我哋只係想從佢開始嘅地方，向你哋所有人，我哋所有嘅顧客表示感謝。供應商嗰啲每日嚟特斯拉辛勤工作嘅人，呢一切都離唔開大家嘅共同努力，係嘛？係嘅，所以確切地，所以我哋一齊嚟。你知道，我本想話我好同情你，但係最後呢句説話，我恐怕要費一番功夫啦。所以唔該晒大家，衷心感謝我哋嘅客戶，感謝所有為製造 Model S 同 Model X 而辛勤工作嘅特斯拉員工，感謝我哋嘅供應商同埋所有相信我哋嘅人，非常多謝。多謝。我哋應該送出一啲汽車啊！我哋應該交出一啲車輛咩？為咗紀念呢一時刻，我哋設計咗一款特別版嘅 SNX， 產量非常有限。我哋而家就要交付啲車輛，你會注意到佢係原簽名款紅色嘅升級版，同樣嘅白色內飾，而且具備所有最好嘅功能。呢個係最好嘅車嘅最佳版本。係嘅，我哋以前咧朋友咧總係問我咧最好嘅型號咧幾時上市嘅，就好似講哦，你得等到聽日，因為聽日會比今日好。冇聽日，所以今日就係最好嘅時機。好啦，咁我哋嗰架車交出去啦未？係㗎，想交付一啲汽車。好吧。請把桑德拉羅斯叫過嚟好嗎？出年我哋將迎來李小龍，我覺得呢度邊肯定有個小故事係嘛？感謝各位嘅到嚟，感謝所有觀看直播嘅觀眾同埋現場嘅每一位，非常多謝你哋多年嚟對特斯拉嘅支持。咁你嚟，我哋都唔會落到今日。
所以我真心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未來一定會非常精彩。我哋仲有好多好正嘅產品未同大家講，但係好快就會推出。我覺得大家對特斯拉下一本書唔止係下一章，而係下一本書一定會好興奮，一定會好勁。多謝大家。隨着最後一架特斯拉交付俾客戶之後，代表 Model X 同埋 S 正式退下生產線，完成歷史任務。呢個機械臂在剪斷工字鐵後，就代表圓滿結束，亦代表 Tesla 嘅機械人將會沿用 Model S 同 X 嘅生產線位置進行生產，邁向人類另一個轉捩點。大家拭目以待，看看未來世界嘅發展會變成怎樣。我哋一開始就係想設計、工程同生產出最靚嘅車。一試新款 Model S， 你真係會覺得自己揸緊未來嘅車。各位女士先生，你冇對 Model 時。